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的办事。香港的立法会昨昏是无人反对，全票三读通过《基本法》23条，民定叛乱叛国，上当会当关14人。也若对民众甲媒体影响上大的是煽动意图，也个违法摕到国家机密这罪名。即马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是表示遗憾嘛，真烦恼，因为部分的条文定义是掠真快、无清无楚，无符合国际人权。89个人出席，89位赞成。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全数支持三读通过。相关条例伫今后将会加香港国安法制定正式交付处理国安罪行嘅法令。今日係香港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這立法通過了，甚至引起外國對香港提懸旅遊警示。立法會未擔心，認為這是做應該做嘅代志。Whatever comes, it'll come. We don't mind. 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對香港立法會加速審議通過表示遺憾，對這立法正濟條款無符合國際人權法表示嚴重關心。The broadly defined and vagu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could lead to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nducts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基本法第23條規定，禁止任何叛國、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等行為。目前刑期上重的是叛亂、叛國加煽動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違法的會當處終身監禁。對一般人、旅客或者是媒體影響較大的是煽動意圖、非法挾持國家機密等罪。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再来镜头转来，咱讲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苗栗白沙屯马18起价开始9天8暝进香，信众马对妈祖一路向南，今仔日是第3天。早起的时，妈祖的銮轿是来到中华的寿团病院。这是因为前一阵仔发生伫中华火车弄掉的3只弟仔。姊妹啊，即马也搁咧大院，家属是希望会当得到白沙屯马的保庇，嘛讲会设点心站，提供食食，希望信众嘛会当做伙替一对姊妹啊来加油，替囡仔渡过难关。今日早起7点外，白沙屯马的銮轿就来到中华的寿团病院，寿团病院嘛有准备姊妹啊的衫，互妈祖加持。妈祖伫遮停15分钟，真侪信众看到了后，拢感觉真感动。继续关心台北市的大安区文昌街一栋2层楼的面体，伫昨暗10点半是传出崩塌的意外。这栋建筑物2楼的地板崩起，2楼变1楼，加在这是空厝，已经10多年，无人住，无人着伤。真侪阿门陀庄仔甲规个崩落，也甲规涂骹，甚至是落到边岸车路。台北市大安区文昌街一栋老公寓，19下午10点外，顶头的地板规个崩落。一阵震动啊，就是垮下来，因为这几天下雨啊，那边那个很老旧，早上就有那个砖块掉落了嘛。这平常有住人吗？没有住人。多久没人住啊？10几年了。崩落声音真大声，住伫咧边的厝边拢惊到，因为附近经过的人甲车真多。对现场崩落庄仔甲阿门陀范围来看，若发生伫10点进前，一定真严重。进一步查证，这个建筑是民国56年的加强砖造，有力量撑着，它基本上还都没有看到柱子，整个就塌下来了。屋主你没有善尽管理人的责任，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我们会就责的。比较倾向是危险建筑物、老旧危险建筑物的建筑样态这样的，可能还是要拆除了，因为它还是会有立即的危险，会有坍塌立即的危险。专家讲，这栋公寓只敢靠2边砖仔壁伫咧塌，也有插板加建，过年久无修，才会向崩落，建议一定要拆。山鸟如土机顶机构紧急清空路边，也有防火线管制。台北市建管处讲，会发函予建物的所有权人，依照违反建筑法裁处以外，也要求要限期改善，确保公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关心3月14日是发生伫金门的海峡，中国船沉船有2个中国
军官失踪这个案，经过5天的找找，中国迄方面伫昨昏正式通知咱台湾，搜救行动伫昨中昼12点结束，即马要改做一般的找找。沉船的中国渔船闽良鱼6122号，船顶有6个中国军官，中国有救起来2个人，咱嘛有找到2个遗体，已经交予中国，也阁有2个人失踪。不过中国迄边是通知讲，搜救行动要结束，伫昨昏中昼已经结束，还未找到的2个失踪的军官，即马会改做一般的巡逻找找。也若根据统计，最近这3年，中华联合搜救计共有做过20个案，嘛有救到124个人。另外，咱金门有2个钓客17个时，因是坐船仔出海去钓鱼，不过船仔无油尾也是流去中国的福建，18时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本地19就讲昨昏要转来金门，不过其中有1个人，那亲像是国军，所以转来金门的计划煞出现变化。各单咱拢还未接到消息，金防部是表示，人平安转来上重要，目前当地协调。金门防卫司令部一个姓吴的中士，17号困甲姓吴的朋友坐船去北定岛迄块里钓鱼啊，因为大雾失去联络，后来因为动力消失，漂流去到福建围头湾的海峡，18较前已经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国台办暗时回应讲，2个人身体状况正常，会赶紧安排转去金门。有风声讲，官邸按算早起要去甲接，不过那像因为姓吴的男性是现役军人的身份变更，甲上头的计划产生变化。海上突发状况的人道救援是普世价值，现在最重要的是将2位平安顺利的接回金门。目前由金门县政府及海巡单位在协调中。敢是因为军人的身份，致使上头的计划出现变化？金防部并无正面回应，因为2017年，捌有军人出海钓鱼啊，互中国救起来，尾手是金门红十字会甲接转来。专家讲，若是已经查证士兵是单纯出海钓鱼啊，照2番演过咧，甲上转也是无问题。不过因为快艇变去的事件了后，变较敏感，中国的动作要是要注意。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的意图啊，那但是我们也要防范说他拖延时间久一点，然后让金门这边焦虑，或者是必须要提什么条件，或者是跟他谈判等等啊，就很难说。有分析认为讲，最近2番有合作搜救的情形。国台办嘛讲，即届这2个人去钓鱼的事件是人道救援，甲快艇变去的事件无牵连，那像2番的关系有改变的可能。不过目前中国敢是因为钓客军人的身份，或者是海顶天气无好，因当忝伫遐的时间，也无进一步的消息，就看双方后续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暗的温度拢较低。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是24节气的春分，天气变化较大。咱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台湾透早气温是12度至14度，因若今仔日加人7度，透早的温度上低，干那8度高。各地头早起拢会较凉较冷，其他所在气温大约是15度至16度，所以乡亲早暗有出门，衫都要穿好少。另外，华南云雨区已经离开啊，各地水汽已经减少啊，天气会转做大冷。即马只有华联、台东、恒春半岛有13号雨尔。也若这波冷气团等到明仔日时就会开始减弱，温度就会豆豆回升。来关心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8日扫的确定病例，是北部拄满月的婴仔，目前已经互关出院啊。另外，嘛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流行性脑膜炎的个案，是北部一个4岁的查某囡仔，这囡仔嘛已经治疗了后已经稳定。相关的接触者有19个人，拢已经先做有风险的治疗，即马无排除是有病困的大人去喂互囡仔。过来出现今年第一例8日扫确定病例，个案是北部拄出生满月查甫红婴仔，还未到会当做8日扫预防针的年岁。3月初出现酷扫这镜头，2天后嘛是一直在扫，而且未喘气。看医生发现有双鼻肺炎，收治伫加护病房，采验确认胃着8日扫管菌，好佳在经过治疗，即马已经康复出院。
对这个百日咳没有免疫力的话呢，那除了有可能会并发肺炎之外，那另外可能也因为这个阵发性的咳嗽的症状加剧的话，也会有出现这个缺氧或甚至癫痫的这个情形。那严重的话是可能会致死的。另外，今年嘛出现第一个本土的脑膜炎确定病例，18部一个4岁的细汉查某囡仔，3月初开始在扫，看医生时阵身躯出现胶色的斑点，中国发生败血症，而且出现规身躯拢在出来镜头。好在在治疗了后，目前状况已经稳定。相关接触者19个人已经预防性互因食药啊，无排除是身躯顶有杆菌的健康成人去喂给细汉囡仔。健康人他大概有5%到10%的这个鼻咽会有带这样子的菌。那如果是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呢，大概有这个小于1%的风险哦，它有可能进入到体内而造成这个并发脑膜炎或甚至败血症。另外，新冠和流感疫情虽然已经过高原期，等慢慢在降，但白沙屯妈祖世界活动正在进行。疾管署嘛提醒讲，宗教活动人真多，民众去进香嘛是要挂喙安，注意手的卫生，才当降低呼吸道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介详情，同齐看今仔日报载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彦防指控讲，2013年在台南市政府上班的时，捌接受酒店的业者性招待，伊阁涉嫌关税。即马监察委员调查了后，虽讲有提案，讲要弹劾，毋过表决无通过。来关心自由时报，国民党前花莲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涉嫌以虚拟货币协助诈骗集团洗钱，交易的金额有上亿。检警伫昨昏发动搜索，去抄伊的徛家和公司，嘛甲伊的助理等计共11个人带回去调查。继续来看《中国时报》，有一批印度进口的咖喱香料粉，被验出有大量的环氧乙烷，这是有毒性的化学物质，有致癌的风险。这批产品计共有48公斤，残留量内底残留量是167.8 ppm。咱国家有规定讲，这是袂使检出的。所以是有数已经伫边境查到了后，甲废掉啊。嘛是来关心台南的老品牌的东升导游，即马红指控逼讲，伊去买别人的导游做底，是要倒来调味。验过业者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因的新厂搁咧准备产能无不足，才会用别人的导游买倒来搭。啊，若家己是真正有咧接导游的，即马台南市政府已经去调查。导游灌入去桶仔内，工厂来真无用。台南老字号品牌东升导游以古法制造出名，进前是市政府为林志玲准备的嫁妆之一。即马煞互人逼空，第2代接班了后，好亲像想要省成本，家己做，是去甲2大导游厂买青导游来调味。他们本身也是经过检验的，合法的厂家，我们才会选购。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主要是选用优质的厂家来做我们的一个background的一个协助，而不代表说我们自己不酿造。从头到尾，我们自己都有在酿造。拍开桶座内底是拄啊结好的导游，业者是讲这是无实在逼空，不会讲买白抢的导游是因为新厂扩厂目前产能不足，毋过结好的库存还有500多吨。有啊，导游蛮好食呢啊，导游袂歹食啦，袂歹食吼。嘿啦，伊的酿造吼嘛做到真好啦。当地民众也是真有信心，其他的导游厂表示，买白牌青导游无算罕见，甚至会有业者来卖。啊，毋过卖嘛是本来就会使食的无糖导游。通常会依照品牌它的需求，比如说它可能 A 品牌加 B 品牌，或者是加自己的酱汁。那个酱汁本身是安全可以吃的，只是说就不是自己全部由自己去酿造这样。虽然不是以白青的导游直接打票头来卖，啊，不过因为部分产品确实已经不是由东升专庭制作，卫生局甲消保官19上门稽查，确认产品的食安。后续原来的调查业者是不是有牵涉到产品标示无实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和北韩，即马拢讲要动用核武。拢用这款话来讲威胁。即马联合国的秘书长就18时，伊是引用奥斯卡得奖的电影《奥本海默》来警告全世界，讲咱目前是拄着几60年来上界严重核战的风险。而且即马美国和日本嘛有提出决议，任何国家拢袂使伫外太空部署核武。
得到第9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等这项奖项的电影《奥本海默》，是在讲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伫参加研制原子弹的过程。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8日安理会因这部电影，呼吁各国裁军，而且警告讲，人类是无法度伫奥本海默的第2集内面活落去的。Nuclear weapons are the most destructive weapons ever invented, capable of eliminating all life on Earth. There is one path, and one path only, that will vanquish this senseless and suicidal shadow once and for all. We need disarmament now. 美国和日本18嘛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各国有义务完全遵守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但在宣布这项决议进前，2月北京就已经证实罗西亚已经有反卫星武器的能力，只是还未正式使用尔。Russia's nuclear threats, let alone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r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ussia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unwilling to engage in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around arms control or risk reduction. What's more, both countries have defended and even enabled dangerous proliferators. 另外一方面，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领导人金正恩伫18是亲身指导西部地区的炮兵部队进行下定会当砍规的朝鲜半岛的超大型飞弹射击训练。日本共同社16日指出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差不多50粒北韩的弹道飞弹，和罗西亚用来攻击乌克兰，造成24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战争罪部门的负责人别洛索夫讲，分析在战场找到的北韩飞弹的残骸，发现这种罗西亚在使用是北韩制造的飞弹，品质会使讲是真低，精准度嘛干那20%尔。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镜头来关心古巴队3月份开始，大部分的所在，至24点钟内底有14点钟拢无电。第2大城圣地亚哥，这个月17顶一日，嘛有几落百人上街头示威抗议。古巴总统即马是对外批评讲，这拢是因为美国的恐怖分子在背后变鬼。不过美国的国务院是批评这款指控、这款讲法伤过分。几落百位民众伫咧路的规定大声喊讲，要伫电甲食物。古巴第2大城圣地亚哥17出现正罕见的公开抗议，因为当地大部分的地区伫到3月份了，逐工拢停电超过14点钟。佮加上食的食物、燃料甲药品欠甲真严重，互古巴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Y realmente el gobierno es capaz o no de frenar esa tasa? Esa respuesta no me la sé, pero es el mayor encargado de hacerlo, porque si no es él, si no son ellos, ¿quién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puede hacer eso, el pueblo no tiene cómo responder. 美国自1960年代开始经济制裁古巴，自从新冠疫情了，1100万人口的古巴更加拄到空前的经济危机，引起创纪录的人口外流，有超过40万人移居到美国。今年2月份，古巴政府第一面向联合国要求斗3工，希望会当提供牛奶粉，予因国家内面7岁以下的囡仔。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伫社群媒体证实，确实有抗议活动。因故意批评这是来自美国的恐怖分子，正伫咧破坏政局的稳定，呼吁爱维护宁静上好的气氛。古巴外交部也指责美国透过大使馆干涉古巴的内政。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a viol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embassy is stepping outside of its boundaries, and it needed to be called f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behind these protests in Cuba, and the accusation of that is absurd. 古巴的通膨真严重，官方讲已经到30%，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是更较悬。这样造成古巴的批数大幅度暴跌，政府3个甲燃料的计价提悬5倍以上，互古巴人民的落地啊更较严。美国国务院是强调。发生抗议，反映古巴的严重局势，希望古巴当局唔通行暴力加无公正的拘留，并且尊重古巴公民和平集会权利。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镜头来日本，日本政府17年来头一届升利息。
虽讲有人是认为讲即届新利息是讲无介雄，毋过即马中小企业贷款成本确实会提悬。就有日本的运转业者讲，疫情才拄过，因才拄要开始拼经济、拼观光，即马政府刷来新利息，因恐惊资金会真困难。日本央行19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护0.1%，调悬到0%至0.1%。这原来是日本政府17年来头一届升关利息。分析认为，日本央行也是会用慢慢升关利息的手段，不过升关利息的速度比美国慢真多，在中小企业界眼内也是一个未遂的压力。こういったテーブルですとか、カーペットすべて取り替える。49岁的社会政治甲立务官龟野川温泉乡关系真深，伊的家族参加这个所在温泉旅馆的经营，在300年前就开始。自从30年前日本经济变差，国家后来疫情的打击，龟野川的温泉产业都垂落来。一寡旅馆关门倒店，建筑破损牢固。社会政治看到疫后的商机，决定重新开业。こういった問題を解決しないことには本当の意味での日本の再生はでき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常々思っております。不过重新征收旅馆的店面爱开真济，社会政治估計可能都愛開5億日票，差不多是超過1億台票的資金。ビジネスですから厳しい目で、投資するにも見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投資ができづらい。お金の調達ができないという状況になりかね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业者关心贷款利率，台湾旅游业者是一直在看日票的汇率，在汇率波动造成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团费都可能起价。不过呢是日票回升的幅度无大，应该都袂影响旅客去日本的意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向真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新一轮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即马也搁伫国会卡关。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有出现资源不足、弹药不足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有答应讲，美国袂互乌克兰战败，因会坚持提供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资源。一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是乌克兰上大的援助国。对战争开始以来的军事援助，已经有几若百亿美金。来看，根据路透社报道，有消息是指出讲，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份的时，伊打算要去中国访问，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有可能是普京新总统任期头一个海外的访问行程。也毋过，即马俄罗斯和中国拢无愿意证实。来关心巴西天狗节的疫情是真严重、真热。今年到当年已经通报超过188万的病例，其中有561个人死亡，这是比去年同期40万例是加真多。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结局还有非洲加巴西利亚的联邦地区，拢因为疫情伤过严重，即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府前发言人古拉斯。伫前几年啊，伊咧竞选花莲县长的时，伊互指控和已经结婚生子的随夫在谈恋爱。花莲地方法院伫昨昏一审宣判古拉斯讲是侵害对方看守的配偶权，所以判古拉斯要赔75万。古拉斯对这个结果无法度接受，讲伊已经提出上诉。总统府前发言人 Cross 准年竞选花莲县长的时阵，被指控甲已经结婚的姓李的随夫对外互动亲密，发展不伦的恋情。姓李的随夫也看守对此提告，要求赔偿100万。花莲地院民事庭19一审宣判，认定 Cross 严重不法侵犯离妻配偶关系，身份发育，判赔75万，双方拢会当上诉。那从其赖的对话内容可以知道，被告除与李姓随夫互相表达爱意之外，更有计划同居，并商讨李姓随夫如何处理婚姻的后续行为。那根据这些对话内容可以知道，被告与李姓随夫的交往过程确实已经达到一般正常人所能够容忍之程度。Cross 尾下伫咧 FB 发文讲，对判决结果真震惊，认为法院伫咧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做出先入为主的不公判决，已经提上诉。对比前年民进党提名 Cross 参选花莲县长，全力投入困难的选区，真有自信。伫即马一审判决结果出来，赶快也互外界真注意。花莲成了恐惧的总和，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无惧之人。花莲地方反映心足双方的经济能力、甲社会地位，认为原告理财要求赔偿的精神慰抚金100万伤悬，去减正做75万。迄当阵发生这件代志了，Cross 失掉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新地的随后也被调职处分。记者综合报道。20年前的昨昏，319、3月19，总统选举进前发生2例枪击的枪案。即马前副总统李秀莲呼吁要重新启动319枪案的调查。也毋过陈水扁的后生陈致中时认为讲，目前上界重要的毋是重新启动调查，是要赶紧结案。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也进一步去了解前副总统的诉求。在医务人员的悉心照顾之下，阿扁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今天下午一阵枪响，引起各界震惊。所幸总统跟我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亲身录影，甲全国的人民报平安。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正副总统的陈水扁甲李秀莲，在台南市拜票的时阵着枪。即马319枪击案已经20年，前副总统李秀莲阁登去立法院，呼吁重新启动调查，嘛批评过去20年司法弊端。朝野不分党派，只求真相，利用本案来确立我们的确是司法正义的国家，所以我希望贵委员会能够敦促法务部针对本案重塑调查，并追究过去20年的司法怠惰。李秀莲提出4项诉求，包括根据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重新启动319枪击案的调查。立法院应该监督检调单位公布相关的档案，让当事人查验核对，请立法院向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调阅资料。最后，希望调查不分党派找出真相。不过，陈水扁因后生，也就是民进党前高雄市议员陈致中认为讲，重新调查16年，经过马带无分压力的政府。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早就翻案啊！即马第一要紧的，不是重新启动调查，是结案。针对李前副总统的诉求啊，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了解。至于说是不是重新调查，将由权责单位啊来做专业的判断。所有的案件，我相信人证物证都在，大家都可以去检视。迄当阵的刑事局长，也就是即马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目前甲人证拢要伫哩，会当提供检视。针对李秀莲的陈情，立法院司委会调委吴宗宪、张嘉宾，还有立委罗志强拢持正面的态度。吴宗宪阁当场答应讲，会甲相关的资讯早登去委员会讨论。立委张启凯表示，民众党团支持重新启动调查，希望甲拿了做伙公开319枪击案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因为2014年10年前的318日头花学运了后，人民对新政治有新的期待，所以2015年的时，咱国内嘛有出现第3势力的新政党时代力量。只是讲今年初时代力量伫立委选举无半人选调，即马党主席王婉如是认为这和政治名气退党有关系，某学者是认为这是因为时代力量和民进党之间无做出政治路线的差别。跟大家抱歉。这一切是我们不够努力，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跨越门槛，继续留在国会为大家服务。2024年立委选举结束了后，本地有30立委的时代力量担任一席都无，政党票也敢若摕到2.57%，无到3%，政党补助款也无落。这个自318日头花运动了后才成立的政党，10年后面临瓦解的危机。有学者认为是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政治路线无做出差别所致。从时代力量出走的政治人物的话，也多半都是加入民进党，所以说使得民进党跟时代力量之间的区分呢是越来越近，越来越模糊。如果时代力量又被民调都认为说他可能很难超过5%，那我这一票不如支持民进党。时代力量自2015年创党以来风波不断，比论因为理念分裂，2019年林抢做洪志勇宣布退党，前党主席黄国昌甚至伫去年退党加入民众党。王婉如指出，这个政治名称的离开，确实对选举的结果造成冲击。虽望今年的选举大输，时代力量有关相信小党有存在的必要性。我觉得第3势力，我期待的是有价值，而且是能够
合理监督的第三势力，所以我非常在乎台湾有没有时代力量。时代力量标志的一个有理想的，更注重公平正义的，然后更扶助弱势的，这个角度啊，我感觉永远不会没有市场。这个对日头花运动催生出来政党，但拄到创党以来上大的挑战。不过，党主席王婉如表示，率来党团会彻底检讨失败原因，重新出发。因那前立委柯显智是认为，台湾袂使无为弱势发声的政党，望会当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10年前的日头花学运，当时冲入去立法院迄阵人，10年来有啥物款变化？所以咱来看吴燕如，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红讲是冲做的。后来呢，伊并无行社运这条路，即马伊是带家友去摒扫趁钱的社工，对社会抗争，行到社会服务。伊讲，伊想要互台湾愈来愈好的这个心意，10年来拢无改变。下面很温馨的，下面很像。店内底气氛是真热，这是燕如常在甲老战友聚会所在。大学的时阵，燕如就开始参加社会运动。10年前的318学运，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嘛互号做是冲组的。迄当阵，伊负责医市机场内底的特殊。我们就赶快把事情做好，赶快在议场里面建立就是物资管道啊，或者是就是安全总管。后来到后面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人力的调度，就是议场里面的 HR，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较清楚。这群人迄当阵拢是大学生，10年过去啊，讲到318学运的情形，因有缘重返理想，不过热情消退了后，即卖生活是啥款呢？那这边是我们就是协会最特别的一个部门，就是死亡现场清洁业，对，然后我们也会教导街友是如何清理，就是比如说孤独死啊。2014年退场完之后，那其实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去改变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然后也是每个人想做的，有人去参政，有人去当幕僚，然后我就回到民生相关。如果回到10年前，我会想对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说，就是再多坚强一点。你要坚强起来，你才会有能量去承担更多别人的状态。为社运到社工，为抗争到服务。吴燕如讲，坚持理念，做正确的代志，都是社会正向的力量。10年前的学运撼动世界。10年后，伊转化热情，要互日头花开伫每一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南古城区一栋百货大楼昨暗时发生泰路落落来，去撼到下边的一只轿车，轿车有受损害，毋过加载无人受伤。伫台南市中西区中义路2段这栋百货大楼，19号8点半5楼出现的泰路落来，亲像拳头不讲，这么大地泰路一个红门头落下路的，好在在迄当阵无人车经过，合区警方赶来现场由防锁线，以免个发生事故。泰路落来范围有要到20公尺宽，落来迄当阵有一台进口轿车停伫咧路边，被撞到了，窗仔门破去，车身的钣金也有一寡受损。警方管制中义路、中正路到友爱街路段，不互人车经过。清洁人员伫咧暗时10点外，甲路面拢清理好势。这栋百货大楼是起伫咧1932年，是南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经过整修，伫2014年重新开幕。因那泰路落来原因，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一栋互伫联名认证的义母摔家囡仔虐待死亡，这是引起社会愤怒。即马就立委阁逼告，这可能毋那是孤一个案件，因为伫5年前新德县嘛那亲像有发生另外一个案件。另外，即马日款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表示，伫4月初4日当节即天，伊要伫自由广场举办集会，呼吁大家爱做伙徛出来诉求，咱爱同齐保护囡仔。开去后2号联名认证的义母虐待死亡，引起社会愤怒。民进党立委林月琴18日立法院表示，开案件恐惊毋是头一案，因为伫5年前新德县原有配的案件，嘛是经由移民安排介绍专日托的义母，毋过才2个月就死亡。
本案是由案家自行委托儿童福利联盟办理出养的程序。那儿盟也已经在107年的12月完成出养前的安置服务。消费处指出，接到通报了后，有派社工访视了解实际状况。不过因为家属无提出相关社福需求，唔才会无开案。尾也家属向二名提出告诉，双方进入司法侦查庭时，无法度介入了解。二名这边顶白丽芳向前，将100个人民员工联署要求留白丽芳。当事长林志嘉、王浩立委加外界点名爱护者，二宽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再去开直播，公布4月初4儿童节下晡2点，要伫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拜老小广场举行护儿集会行动。4月4号，大家都可以带孩子来。这个活动，它不是要消费谁，所以我们在活动上面没有凯凯的名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年，我看孩子的遗体看太多了。虐待儿童致死死亡案件负责个案姓陈的社工，互人靠手铐以上的画面，引起执法超过的记录。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这个工会发起320挺社工的活动，提出5点声明，包括收回提高访视次数要求，保障社工职业个资安全等，强调社工不是神，未通灵，希望大家看到社工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间大饭店最近向消费者投讲，因的囡仔伫饭店的房间的涂骹有捡到哪真像是玻璃的物件，囡仔把这物件放在嘴的，害囡仔的嘴流血。家长是批评饭店的态度无要无紧，每安尼敢若赔因400块。那饭店是解释讲，其实伫迄天伊有讲要载人客去病院，毋过人客讲要家己塞车，伊嘛怀疑讲囡仔是去甲这夹闭的塑胶管夹破去，嘴才流血。饭店的人员认真摒扫，不过若是有囡仔家长就要注意。有一位黄先生伫网络投讲，17带囡仔来住这间饭店，囡仔伫涂骹捡到亲像玻璃有啊的物件，伊发现的时阵，囡仔的嘴已经流血，赶紧联络饭店的人员。不过对方煞干那问讲，敢莫替因叫车，落尾饭店干那提出400块医药费，连打电话关心都无。也是说他们坚决说他们有要带我们去，是我们不要的。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就跟那个饭店的主管讲说：“那你把证据拿出来，还是监视器旁边监视器调出来看有没有嘛。”针对民众不满饭店的处理，饭店回应讲，迄天是民众讲要家己塞车去病院，嘛强调这是闭的塑胶管，不是玻璃，落尾也有替人去换房间。整理房间的时候有发现，就是疑似就是在床头柜上的一个塑胶笔盖，那有被咬碎的一个痕迹。那在当下的话，我们有主动的跟客人联系，表示要送客人到医院就医，然后另外也有要帮他安排相关的一个急救措施。那消费者的部分的话，都是予以婉拒。其他有囡仔的家长表示讲，发生意外的饭店就要好好回息咧，也认为家长应该爱把囡仔顾好，要互囡仔捡到有危险的物件。这个家长当然要自己注意，不在房间里面，饭店人员不可能帮你去注意到，这家长就要自己去注意的。黄先生表示讲，目前爱等囡仔空喙收缩，搁爱观察后壁排泄的状况。饭店也表示讲，19已经有打电话关心，希望囡仔会当赶紧恢复。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网络发达，即马社群平台正流行短影音，一寡少年家含囡仔拢真介意看，也毋过有可能看来就调咧。民间团体就讲，若是影音的内容伤过咸、重口味，搁有色情，安尼囡仔有可能去模仿。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表示讲，教育部会继续来增加老师的能力，互老师提供教案来教囡仔，啥物是好，啥物是歹。摕手机手一直愈来愈去，敢若短短几秒钟嘛会当看一堆这种短影片，这是即卖少年人上爱做的代志。搞笑吧，梗图那种，时间不一定吧，就是无聊没事之后就可能滑一下这样。就是随便滑啦，就没有固定的那个要看什么，就是人家做什么奇怪的实验，然后做模型之类的。抖音、IG、小黄册各大平台的短影音，少年人拢有在用。真侪人一天是开几点钟在看，但是有立委烦恼讲，囡仔安尼看甲停袂落来，万因若伤痴迷，对因的自制力和专注力、恐惊拢会有影响。
过度的使用短影音会降低注意力，影响自制力，还有它其实内容呢教育价值很有限，很容易上瘾，包含说一些恶搞的行为，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个行为，只要能够吸睛或是有流量，那儿少就会去做一些模仿。青少年消这种短影片嘛，互监管基金会真烦恼，惊因的判断能力无够，若有黄色也是暴力的内容，对因来讲拢是风险，若是搁较严重，有可能引起模仿的效应。除了会持续的增能老师的增能之外，希望在这上面随时能够支持老师在这上面在指导学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对立委提议增加师生识别的课程，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肯定，马上就会继续进行教师的精灵，提供教案帮助老师来强化学生的判断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生校园霸凌，这是桃园中立某一间国中一个8年的查某学生，可能是长期和一名9年的学生霸凌。伫顶礼拜六学校举办活动的时发生冲突，尾仔雄想袂开，就走去跳楼。经过抢救，目前学生还搁在家护病房。看到真平静的国中校园，发生8年级的女学生跳楼的事故。有民众讲，这个女学生若像长期受到一名9年级学生精神的霸凌，可能记载袂掉怎咧跳楼。紧急救护送病院，目前已经完成开刀，在家护病房继续观察。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其实都也很舍不得啦哈。那但是呢，事情发生，我们后续的处理，尽速的做成一个霸凌的调查的成果，然后呢厘清真相。学校表示，这个查某学生在学校真乖。之前家长嘛无反映过有霸凌的情形，市长刘善政伫人面册铺文讲，受伤的学生因父母讲，这个囡仔真善良，因敢有一个诉求，希望会当调查清楚到底是啥物原因来跳楼。市长嘛甲因挂保证，绝对会调查清楚这件代志的真相，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拢会保留，而且接受调阅。今天一早已经在学校里面做反霸凌的宣导，同时对于这些疑似施暴的这些同学也开始做一些辅导。目前学校已经进行校安的通报，启动霸凌调查小组，要赶紧理清代志的头尾。嘛针对受伤的学生因迄班的同学做情绪辅导甲减压的活动，学校霸凌的事件袂少，因应最近这几年霸凌样态变化，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法。不过，立委认为讲定义无明确，恐惊会造成学校第一线这片有困难。没有权力不对等的规范，所以这变成说，未来我要在判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空间。师对生的霸凌应该要更明确哈，定义再扩及到做体育训练的老师。19日法院针对校园霸凌防治举行公听会，邀请各地方教育局处来讨论。除了讨论霸凌事件调查的程序，嘛点出辅导当事人学生的工课，称在无受重视，应该互机制较周知的。教育部官员表示，各界意见拢会参考甲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芦笋的产量是全台湾第2大，其中呢，将军正伫室外芦笋本地2月份会当开始采收，也毋过受气候的影响，产季延后半个月。农民是讲，今年因为有进口芦笋的关系，所以讲这价销是比英国也搁较歹。将军农会就表示讲，等4月份芦笋大出了后，产量稳定，价销嘛会对咧稳定。农民的田岭头挖来挖去，当咧想倒一支芦笋长度好通采收。台南将军正伫室外芦笋行，原本2月底准备通收成，不过这摆煞因为去年风台影响，地区芦笋成长较慢，影响采收。农民讲产量平英过减2成，价销嘛受到进口影响，对咧落，即阵采收的人工搁真恶请，嘛互因真头疼。今年价销较歹就应该是进口的较济，进口的入来较济，阮的价销就较歹安尼。请无讲的这个情形咧？请无讲有咯，错无。老的是老啦，就剩少年的是较无要做安尼啦。拢袂当停困，因为伊这拢会一日一日量大，量大的吼出青，人也无爱甲咱买，所以袂使讲量叫成过悬拄啊好，伊就爱赶，逐工爱行。
中原农会参农民继续种芦笋的面积有6.3公顷，农会讲整个产量伫4月份伫豆豆恢复，伫大出了后进口量减少，绩效伫平稳。这个产业将近75%工课拢需要靠人工，农会引进设备来分级包装，若成功连客族面积嘛增加，产量绩效就较稳定。即马挂足济，你等下分级嘛是迄个时挂偌这时间分级嘛是偌这个时间后，尽管收割面积了后，sản phẩm所客族面积就减少，所以讲去靠着sản phẩm要卖出，卖农业要靠sản phẩm卖出，这个物件阮会当搁增加收入来减少sản phẩm影响阮产地的迄个力道啦。台湾芦笋占台湾第2大产区，为了甲将军芦笋推广出去，农会表示未来继续参台湾的通路配合。另外，伊嘛按算这礼拜假日要办活动，通互众人入捌在地产业。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那即马气候反常，加上极端气候出现冒新的病虫害，这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影响是真大。中华业好影响当地农会对1年前开始就找食物医生来巡山区，应用仪器去检查着病农作物，会当对症下药、对症落药，这对农民帮助农民来解决病虫害。大的时阵啊，这放着到土内底，到这旱季到这一空的。农民摕旱季来互食物医师看，希望找出农作物着病原因。中华福兴乡农会1年前开始有拄备食物医师证书，要来解决农民种作拄着的疑难杂症。后着病就要摕到改良场，即摆听个直接摕来到咱农会做答卷，农会嘛伊家叫叫个，迄食物医生吼落去查咧看卖，所以真方便。进前即个就是无落雨，虫仔即个红蜘蛛就一直走出来，对虫仔的气味，甲酸仔的气味，佮有即个豆仔的气味嘛是一直走出来。食物医师表示，过去若是农作物着病，农民拢惯势去农药行买药仔来抓，但是安尼有可能会用唔着药仔，或者是无准则好势，造成农药过量违规。食物医师咧以会对症下药，透过焊镜、显微镜来检查，依照原因种植的面积来开药方。若是拄着即个病虫害问题啊，就是问即个厝边头尾是去即个药仔店去摕药啊。一般的即个外口的人就唔知讲啥物倒一支药仔较有效。因为因渐渐嘛咧建立即个病虫害的即个电子资料库啦，所以如果是会当鉴定出是啥物款的病虫害，伊就会当马上对症下药去甲伊开药方。农会表示，台湾因为天气淡佮热，农作物较会有病虫害的问题，加上天气反常歹种植，拢互靠天食饭的农民面对真大挑战。即阵透过食物医师的辅导，精准用药，希望减少农民农靠农药，嘛确保食物甲环境的安全。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继续关心欢乐咱台湾传统的车鼓灯、车鼓戏说唱艺术的社团，歌手陈明忠和民间基金会即马有发起台湾民谣经济传承计划，有收23个艺生要来传承咱台湾这项传统民谣。旭阳民俗车鼓剧团的3位艺术同齐演出书滚探。车鼓灯创作的内容时常以描写生活、农村和文史为主，今麦已经真罕地看到。创立50档的旭阳民俗车鼓剧团嘛，拄到传承的问题，为了无爱互珍贵的台湾民谣社团，红建传基金会和台湾乐器民谣协会推动台湾民谣经济传承计划，29公布艺生的评选结果。23位的艺生，然后背景事实上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从就本身在从事音乐到室内设计到不同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火花、新的创意。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我们一代也是这样一代传下来的嘛。因为我们上个月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台湾可以这么丰富嘛。那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会比我们更丰富。这个传承计划总共2年，自今年3月底开始，这23位艺生要和旭阳民俗车鼓剧团3位国宝级的艺术学车鼓南管的演唱和三弦乐器大贡献。团长高宪山表示，因会甲一生所有的功夫拢好好啊教好这艺生。我是希望讲咱的艺生的时阵，大家拢会当为头学尾尾，中途奋战到底
奋战到底，拢莫休困安尼，莫搁退出这个主线安尼就对。为着要展现成果，主办方嘛打算要安排艺生和艺师伫台湾国庆边邀请的车鼓南管子也做回定台演出。主办单位和旭阳剧团拢期待这个民谣经济未来会当为台湾的艺术文化加添新的活力。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但咱知影困有百名才有精神。即摆日本的东京大学就公布一份针对日本学生困眠的调查。报告内底是讲，不管是小学生也是高中生，拢有困无百眠的情形。也若普通时啊含少困日，困的时间若是无共款，也是讲伫普通时啊拢毋困，要做一届来补眠，安尼拢无好，对健康拢可能会出问题。今年3月第3拜五，就是春分进前的拜五，红定作是世界困眠日。日本东京大学进前是公布一项困眠调查报告，发現對小學生到高中生，攏有困眠時間無夠的趨勢。11時半とかに寝てます。スマホがやめられない。中学校入ってから11時とかちょっと遅めに寝ちゃってた。和較早敢若做問卷無同。這個研究計劃是請學生掛親像是智慧型手錶的裝置1禮拜，來記錄困眠時間和節律。對全國是收集7700份的數據。研究發現講，年歲愈增加，去困的時間愈晚，困的時間嘛愈短。對小學6年平均困7.9點鐘，到高3剩6.5點鐘。推奨されている時間から1時間以上も減っていると。睡眠をしているときに脳は発達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ますので、記憶や学習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に大きな影響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が予想されています。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困眠指南，建議小學生的困眠時間應該要有9點鐘到12點鐘，高中生要有8點鐘到10點鐘。研究團隊講，因即馬社會性時差的現象愈來愈普遍，囡仔伫平常時和拜6禮拜困眠的節律是真亂，困眠的時間攏無同，會造成上課愛困較無專心。朝が起きれないとか、体調が悪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は高校生あたりが多か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がだんだん中学生まで下がってきて、最近では小学校高学年も出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と。生活習慣の問題で夜間のゲーム、スマホ、それから塾が夜遅くまで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など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と思いますよね。在日本基局市的一間小學，這陣小學4年的囡仔和通訊公司來合作，利用測量困眠的裝備，唔但記錄家己困眠的時間、困眠的深度，佫進一步提出提高困眠品質的做法，親像佇房間內面放胖胖的物件，也是甲壁擦做是淺色的，應該向學校來提議，甲學校內面的天文館改用作中晝會當來困到的所在。寝ることを変えることによって次の日が楽しい嬉しい気分になって睡眠大事なんだなってやっぱり考え直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校長講，這個活動唔但會當幫助囡仔去了解困眠的重要性，對開始推動這個學習計劃以來，學生逐個月平均困眠的時間嘛漸漸在增加，和1月比起來已經增加40分以上。公司新聞江文編譯。第二報你知都會關心今仔日各地頭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13度，上懸有19度；中部的溫度上低14度，上懸25度；南部的溫度上低15度，上懸是26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2度，上懸有20度。外島11度至21度。感謝鄉親收看，祝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